Hello， 我係 Lorraine， 我嘅專業係活化細胞營養品。好多人都問我點解做開補習中心26年會發展埋保健業呢？其實就係因為我個仔仔喺12年前做咗5次大手術，當時手術之後嚴重高血糖、貧血同埋消化系統都出現咗嚴重嘅問題。咁同期爸爸帕金遜症末期，坐輪椅已經3年啦。我哋請個工人完全24小時照顧佢，而藥方面醫生已經用到最高嘅份量啦。當時醫生就叫我哋帶佢返屋企頤養天年。咁當時我就俾綠嘉利公司嘅命力多丸同埋活美輕水呢2個產品俾佢保健同埋強化身體。大概半年到佢哋2個嘅健康都得到好大嘅改善。咁我個仔嘅手術後遺症慢慢就消失啦。咁至於我爸爸當時帕金遜症嗰個狀況都好快完全康復，一啲手震都冇。當時我就立志要幫人。綠嘉利公司係日本細胞保健嘅先驅。我哋公司嘅產品主要都係針對血液。公司有3大王牌：降細胞營養嘅活丸、命力多丸每粒含有13種營養素，仲有能夠更新細胞基因嘅活美輕水，都有世界專利嘅同埋科研認證，而且得到同業翹楚公開認同嘅。上次食完之後真係個效果好好。望嘢嘅時候清啲，好似鏡咁樣。咁我哋亦都係日本同業嘅連續14年冠軍㗎啦。主要都係喺保健層面去幫助大家啦。其中最強就係代謝功能。腦部同埋眼睛嘅保養都係非常之好嘅。腦部例如帕金遜症啦，同埋腦退化，一般眼疾都幫助到好大嘅改善嘅。喺呢10年我幫助咗好多家庭保健成功，甚至乎身體出咗問題，亦都得到好大嘅改善。未來我會繼續呢個使命，幫助更多人得到健康。